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1年10月16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4篇第1节到第9节，24节到35节。约伯记39章第1节到30节。路加福音22章24节到30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想要做老大的。阮都跟对耶稣将近3年的时间，因是毋是无有接受到耶稣基督真正的呼召吗？或者是讲，因伫遐竟然伫这耶稣的面头前咧争啥物人是老大的？这个敢对啦吼。当然要做老大会使啦吼，嘛得要2步7啊咧。耶稣的门徒彼此咧争论，什么人是较伟大的？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误解着耶稣基督的呼召。因太过重视家己的这个本位主义，因无有将因的眼目注目伫基督，还是讲注目伫上帝的身上，用家己的利益看作重。最近伫教会公报出现一篇伫广告片内底出现一个声明，这个声明是某一个教派的这个执行的单位。因刊登这个广告来声明讲，因的教派内底有一群退休人员所组织的团体。因伫遐宣告讲，这个团体所讲的话，无代表因教派的无发言权啦吼。进前咱也有讨论着讲，有一寡关于这个教会的伦理的代志发生，比如讲，无偌过进前新使者捌牵点有关韩国真有名的牧师的问题，也有退休牧师伫伦理顶悬的问题，有教会长都出现财务管理的问题，说到啥？说到伫教会中间这个同工之间的界线嘛有问题。这人基本上就是拢将这个呼召来当作宰调，将这个奴仆的身份当作主人的地位。因这种的错误，就好亲像亚当所犯这人类的原罪共款。约伯记所记载，约伯咧面对大灾难的时阵，伫心态上基本上就是讲太是我啦吼，也就是讲上帝无应该安尼啦吼，对我安尼啦吼，还是讲若是上帝是公义的、存在的，是保守我的。伊就袂话，互我拄着遮个代志较对啦。点遮个心态是已经伫角色顶悬有倒变，反客为主，因为高举家己的地位。约伯记39章，上帝对约伯所讲的话。你知影野山羊出世的时吗？你看过野鹿山羊生产吗？因怀胎要偌久？因什么时阵生产？你知影无？你知影因什么时阵哭落来，将幼这个巴肚的性命生落来呢？因的幼儿伫荒野渐渐壮大，
来奔跑离开，无搁再转来。什么人将野梨仔放走？什么人偷开因别因的锁啊？我将旷野互因做徛起的所在，互因踮伫迄炎地。因远离城市的吵闹，无有受人的赶逐。山野是养饲因的牧场，因伫迄个所在找着青翠的食物。野牛肯为着你来招磨吗？因愿意伫你的座边来过暝吗？你用锁仔来诱因离田，还是叫因伫田内底来拖迷吗？你会当挖去伊的气力，将粗重的工作交互伊吗？你会当信赖伊将你的修行带转去吗？替你收割草场，还是讲这个牧场的这个切仔吗？这是对38章开始，咱就会当看见。上帝一直咧提醒约伯，伊家己是毋是有迄个气力，嘛提醒伊去看着、思想着，什么人创造，什么人管理着这个世界，什么人想事稳定福气。上帝问约伯讲：你是什么人？竟然讲无知的话，对我的智慧表示怀疑。你站起来，亲像一个有勇气的人，你回答我问你的话。这是伫约伯记38章拄开始23节的记载。阮都争论什么人是伟大的，这不只是伫2000几年前耶稣基督的门徒发生过，现今的门徒基督徒也发生伫这中间。今仔日的经文是在伫对咱讲话，也咧提醒今仔日的基督徒，爱伫教会内底，还是讲伫教会的机构内底，成做一个罗卜领袖。接下来24号会早起，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会谈论着这个主题。基本上，罗卜的领袖会通对几个概念来看，当然是领袖。伫福音的顶悬，当然咱要成做领袖，一个会通影响别人的人。但是第二个角度来讲，伊毋是要叫咱成做一个骄傲坐大位的领袖。第三就是讲，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：“我是恁的主，是恁的先生，要求替恁洗脚，恁也着彼此洗脚。我甲恁做落一个模样，就是叫恁着照我恁所做的去做。我是实在甲恁讲，罗卜卖话比先生主人较大，嘛找用的人袂比找伊的人较大。恁竟然知影这项代志，若是去行，就知会啊。”这是伫约翰福音13章14节到17节所记载的。基督徒的呼召是成做一个服侍者，毋是要成做一个坐权位的、骄傲的、目头悬的，毋是要互咱伫遐来争论讲什么人是上伟大的。这大位拢毋是上帝的旨意啦，毋是基督的呼召。愿主的心来帮助咱谦卑服侍，无过头看咱家己。主耶稣基督佮安尼讲，列邦的君王做主来管理治理，
管辖是即个称作文字。若是恁就毋是安尼，恁中间上大诶就要亲像四世，最头诶就要亲像册用。什么人做好人上大坐道诶呢？也是做册用诶啊，兼毋是坐道诶嘛。若是我伫恁中间亲像做册用诶，这是主所甲咱讲诶话。咱即煞共款用诗篇104篇诶经文来做咱诶祈祷。我诶心神啊，你着学了耶和华，耶和华我诶上帝，你是至大，你用尊贵威严来做三称。你穿光明，亲像外衫，天开天，亲像昼边。你伫水中安置伊下流个的通柜，用云做伊的车，用风的翼来行，也用风做伊的使者，用焰火做伊的册用，将地下伫伊的地基顶，互伊永远无摇拽。你用深烟亲像衣裳，遮盖地面，才会水淹过山岭。你一个啉水就紧紧走，你的雷一个弹，水就紧紧流。冲到山顶，落到山谷，归伫你甲因定着的所在。你定着界线，互水袂话搬过，无搁倒转后伫即个所在。耶和华，你所做的怎样遐济？拢是你用智慧做成的，遍地满满你的强壮。35节，愿罪人对世上消灭，愿歹人拢无去。我的心神啊，你应着学了耶和华，你应着学了耶和华。最后，咱的祈祷，主啊，求你赏赐阮谦卑服侍的心，互阮无三钱，互阮无骄傲，互阮学习基督谦卑，疼人甲疼上帝，为着是要得到主的欢喜。阿门。